去的。这边的话，南京那边是没有晚市的，扬州那边有，会吃到凌晨。这边9点钟它就结束了，结束的特别早。在南京很难吃到那个夜宵式的自助餐，几乎是没有啊。那天去吃了一家火锅，就那家有，但是很一般啊，感觉没吃饱。怎么样，二姐？心心念念的要来南京啊，还要吃你的海鲜自助。我要吃那一家，结果怎么样？那一家又踩雷了吧？那一家肯定不踩雷啊。这家你都吃过了吗？那还想再吃一下？真的？